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到苗栗，当地举办客家歌谣交流比赛。参赛者除了来唱歌，嘛甲客家的特色唱伫个身躯顶，透过歌曲的传唱来推广着客家的文化。响亮声音用在地客家母语演唱歌曲，表演者连连互总拢放入客家的元素，互人感受到因的用心。推广客家文化，客委会举办客家歌谣交流赛，中会竞赛有包括嘉义、云林、南投等县市，总共109队来参加。加入了比赛呢，提升你客家社区对客家音乐的重视哈。客家地区有真侪歌谣班，歌谣内面有保留在地母语文化，增加客家民众使用客语的机会，和客家文化甲精神的当传承。苗栗县台金客家文化艺术协会以5部中唱改编歌谣的桃花开，摕到比赛首奖，嘛争做比赛上大的赢家。